世界万项代，拢伫咱台湾成眼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晴。这几日台湾咧欠水，但是你若是下港人甲台北人，你就无共款的这个心情。讲起来，台湾其实无欠水，台湾欠的是安怎留着水。偏偏台中即马开始在停水，是要安怎来救急？救急了后，才通好来讨论，唔通逐年来欠水、省水、节水，啊，才留水，台湾才会水。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咱前水利署的署长陈新贤，陈署长。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那么第二位是咱屏东科技大学名誉教授丁策书丁教授。台湾成眼界关心水的朋友，大家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咱中央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吕立德吕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是咱老朋友，咱的气象专家嘉新兴嘉博士。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那么首先，咱来关心即马台中大停水，因为呢是讲配合光线时间，台中市7个区差不多有30万用户。明仔也就是明仔的早起10点开始，一直到23号顶头早起的9点，停水47点钟哦，足足局面2天。水公司在停水区呢设置了119个119临时的储水站，而且呢水情实在是讲无好。中部地区的德基水库甲日月潭，这蓄水量只剩5-6成啦。水利署表示，中部以北的水库的蓄水量是相较着2021年大旱的时阵大渴涝的时阵较算稳定，但是嘛会随时来监控调整调度。台中市东区的灌水站才拄设好，到民众相刷来灌水。自来水公司嘛派人随时监测水质。最近水情内倒，煞个拄着要停水，民众是真烦恼，会影响到生活用水。都需要用到水啊，对啊，然后大人也都是需要洗手什么之类的。主要是因为台中第3供水区最大的送水管要做断管改接，要连接到以后稳定供水的一个大型新设的配水池。自来水公司表示，因为有3个公路的工程当咧施工，台中市有7个区，大约30万的用户，为3月1日早起10点到3月23早起9点会停水47点钟。水公司有设119个临时灌水站，其中全区拢停水的大理甲太平，都有65个灌水站。若百货卖场的业者嘛表示，停水的区域水桶的需求量是增加5成以上，搁爱甲别区调回来卖。他们那一区限水的区域比较大。贩售量不够，所以就会到同区在同行业先调这样子。虽然台中市这届停水和欠水无牵连，不过中部的水情嘛愈来愈热辣。根据水利署3月20日的资料，主要供应中部的德基水库抽水率敢若剩58.1%。水利署表示，虽然目前中部地区的水情维持伫那顶，不过春天的雨水量看起来是概不乐观。因为梅雨还没有到来，那这一波3月底的这个降雨的情形也还不是很明朗，因此水利署会持续的来监控。水利署表示，中部地区透过各单位的欠水，还有德基、李溪潭、礁水潭水库，还有直接杂水坝的调度，目前的水情比2011年大考花迄阵是搁较稳定。虽然目前未甲定号转做水情较内倒的青顶，不过民众用水同款嘛是爱准则。记者林建生、王良涛台中报道。观众朋友，咱睇在这个新闻大内面有看到，讲这一次台中市是为着要换光线，并唔是为着欠水，但是实际上是要来做准备，讲以后呢，万不至，要安怎吼。咱整个咱先来问郑署长咱整个台湾今年啦，旧年是100，会使讲惊险通过吼。今年到底你？嘛，唔是讲郑署长是半仙啦，就是今年到底准备安如何？今年即摆看起来是南部水情真歹啦，这个歹已经有
农业用水有停灌休耕，嘉南地区伫台南地区已经嘛甲伊减量供水，嘉义以南其他都减压供水了你讲今年以这个状况来看你讲要靠春雨是无啥可能了你要靠咱的梅雨也很难讲你讲可以疏解，但是要讲完全个旱象解除的难。上大原因要是讲这个台风已经有3年无来了我以前咧做水利署长的时平均一年是3.5个台风。咱对台风是又爱又恨啦，因为咱希望讲咱的水库伫丰水期结束的时水库爱满但是你若干那靠迄个有好的阵伊无台风来，水库袂满你水库若无满你过来就是高水期。尤其南部迄个丰谷的比例足悬殊啦。90%的雨拢降伫丰水期，10%才伫高水期。无就是无，无就是无。所以讲，你若讲今年若讲风水季水若无正常，安尼这个旱象继续落去，安尼你讲百年大旱都有可能发生。就是主要是降雨不正常，气候的变迁。你若降雨不正常，当然你都爱有更较长远的看法来个预防，也是讲准备。再来面对这个问题。是咱就知影讲旧年其实做了真侪调度啦真侪调度这个调度内面，咱小安才来请教着署长这刷来要问丁教授尤其咱中南部最近咱讲台南就好啦，台南就起了真侪这个工业区啦，用水大户啦，那真侪农民尤其青年农民就讲建摆着恁用水用甲还用着，就建摆着叫阮休耕，这到底是啥物情形？有正当性无？还是讲事实上，这南部的这个詹文水库，还是乌山头水库本地就是无水，无水就无法度，还是啥物情形？当然啦，按农民迄个生产农产品就是以农立国这对按生活那是足重要啦所以若无水，当然按农业就无法度发展大家就无米通食这是足重要的一个观念。但是讲到转来，其他的产业嘛是足重要啦因为大家拢要用手机所以你工业用水嘛是哪有咧起步啦但是用水量因哪足大，所以要安怎来兼顾这个农民的这个生产量，甲这个工业用水的提升。要安怎平衡？当然啦，头尾按前署长有咧讲，大家拢是看水库内底水，水库内底是叫做地面水的水库，还是讲溪床的水伫咧流，所以你看到这水结成足欠。但是咱看袂到的地下水库，哇，迄水足侪，唔知影，大家拢看无啦但是拄好伫按较早水利署咧推动，甲即个经济部地质迄个调查所。较早拢有做过这个全部水文的调查，所以做足侪观测器观测这个按地下内底水源看偌济这像按屏东屏东平原差不多有50几个站120几口，大细细、深深浅浅拢有咧看，所以是足清楚会使看到这水源到底有啊无，会使来补充这个地面水的无足，也是讲气候变迁头仔欠偌济量。当然，大家对这水，敢若看会到尔，看袂到的物件，大家就无信心。所以要安怎来利用这个地下水？当然啦，这5000年前大禹治水，伊命令这个伯益造井，伯益就摕地下水来超前部署，所以大概落雨了大家有水通食，佮有水通灌溉，所以伯益造井比做大禹治水最大的工程。所以按袂使甲地下水看做安尼。疗效，看无对，看无，所以这是足重要的物件。但是地下水咱小等要去请教丁老师地下水是毋是有地区性的差异伫的啦有的像屏东咱所在足丰沛那其他的所在敢是有要安怎来做所以我来请教着这个咱卢老师以早咱卢老师你咧做局长。伫桃园做局长的时阵，咱安怎度过这个高水期？要安怎来调度？你的经验讲，咱大家来听。是，甲大家报告一下
在2021年的时候，咱桃园拄到100年的大旱哈，江温水库只剩下7%，好，286天哈，农迄款呢一直无落雨，安尼伫持续的啊，在这个情况下，如何开源节流、调度备源，就相当足重要的代志。啊，这开源的部分就是安尼，第一个，咱有偌济水。第一个，咱地面水无啊嘛，地面水无啊，河川水一个无的时阵无落水，准就只有地下水。地下水平常时桃园的地区是拢禁止采用地下水，像这个时阵地下水来做，所以当时伫桃园的时阵开了60口的深的地下水，水去弄这，无原来的有的水管，然后大概用了有1.9亿吨。的新的水的来源不久呢还有皮塘，皮塘，桃园有超过3000口的皮塘，水超过500个吨数的然后再来就把这些备源的水井，在将近有3000多口，这个以前就已经有工业用水的水井，但是被停止了，然后就要求它可以在这个时间里面可以来使用，而且使用的条件是30%要提供民众出来。就是说开源节流调度对过来当然是爱调度我水利署开始就是全国性的调度，那用翡翠水库调的水调给那个板新调给桃园再调20吨，再给新竹竹科每天20万吨所以桃园一天需要160万吨，但那时候已经降到只能供应120万吨的量，差400万吨。但是我们从这些开源节流备源调度，整还这样撑了286天那我想桃园的经验大概就是刚才你讲开源节流调度备源。安尼充分做好，这是桃园还有真侪皮桶啊。对那其他无皮桶，唔知要安怎呢？对譬如讲咱阵的河川较少的水，那如果较少的水是东西严格执行法律环保的法律，那这些水如果在监测合格的时候，调度给农业用水去用这样子这个紧急就是说农工民生大家都需要，也不能说只顾水，但是在不危害环境、作物以及人体健康的前提下，做。在一个100年难得一见的一遇的这个水还旱灾时，咱是安尼的做法。是，就要请教就贾博士咱会请你来是甲咱讲咱算起来咱台湾其实无啥欠水呢，但是扣水扣无啦，要安怎扣水尤其头拄署长就是讲已经2、3天都无风台来啊呢，你嘛小甲咱算一下，看当时风台会来。我嘛希望讲它算会准啊，但是咱这个天气大家嘛知大家拢嫌讲咱报袂准啊，所以你唔好即马嫌我报会准。袂啦，咱就真足听呢。会啦，即马我是讲第一个咱爱了解讲咱的这个雨水的情形咱若看咱这张图，咱看这个青色的青色是台中啦，橘仔色是迄个高雄。即马看咱迄个黄色，这较皮肤色这是北部啦。所以北部的朋友甲中南部的朋友同款有影是差真侪所以咱看前2、3、4，过来是5月梅雨季，6、7、8，这3个月咱头看到这橘仔色甲青色拢上悬，所以咱头看到头先咱的前署长有讲过咱台湾的雨水就是安尼中南部的雨当时较有雨，6月开始较有雨，3个月差不多是高雄这样来讲，差不多要1000其他9个月份拢无啥有雨，所以这是第一个咱爱了解就是讲南部即马梅雨6月梅雨嘛无来，风台阁无来，因为咱拄好咱为2020年开始咱的这个秋天才开始就是一个反圣婴年，这反圣婴开始连续3年哇，这咱台湾附近这个高气伤过强伤过强这亚条的这个算讲是保护咱台湾风台袂来，不过呢，雨阁落袂落来，梅雨嘛无所以安尼，咱2020年的这100年大旱，去年阁会过，今年我阁开始中南部同款，咱去年9月开始，甲第一个风台发警报宣然弱嘛，9月进前拢无雨所以
即届咱南部的这个水情雨水吼，真正是真少啦，吼，所以我想讲吼，这是咱的这个气候的这个一个特征吼，伊就是天顶若无落雨吼，咱水库若要有水，有影是较难啦。啊，听讲是讲，即摆即个风态吼，拢愈煞愈北平，愈煞愈西北平，啊，未来咱台湾，这是一个趋势，还是讲这几年较怪奇？吼，即摆吼是讲吼，因为咱过去3年吼，这个反圣音吼，伊这个形态出现吼，咱台湾附近这个高气压会较强啊，哦，所以啊，风台伊拢较发袂出来，伊若发袂出来，拢招细粒啊，招细粒啊囝吼，所以咱过去3年，咱那个风台时间吼，风台拢足细，啊，看要来无爱来安尼，若来咱台湾附近，我就消风去啊，补去啊，哎呀，都无雨，哦，所以咱过去3年吼，2020年开始哦，7月、8月、9月，啊，拢也无风台啊。旧年2021、2022同款，哦，这是一个较特殊的这个气候的这个形态，哦，咱讲是这个反圣音啦。啊，即卖伊这个反圣音哦，啊，即卖已经减弱啊，哦，减弱，所以伊希望是讲哦，咱今年啊，这个气候啊，会通较风调雨顺的啊。但是哦，咱即卖是讲看讲。咱3月即马当时个春雨会来啊，即马看是讲应该是差不多26开始啊，26到4月初1吼，即几工啊有机会有一寡落雨。26开始哦，吼。26差不多开始吼，中南部地区有机会通落雨，这咱用电脑算的，吼，咧毋是我去算的啦吼，咱若看即张图啦吼，看即张图其实我前一阵啊吼，伫看讲吼，哦，咱看上。这是正手边吼，是我这边这张吼，这就3月26到28遮啦吼。咱若看咱的台湾这个中南部地区嘛开始有雨啊，但是咱若看讲咱这前5天哦，啊这前5天到24吼，拢中南部遮拢无雨啊。哦，所以即马环境看起来应该是有机会有一寡转变。啊，伊这个趋势吼，看起来应该是机会真大啦。但是咱讲即届落雨，敢会讲解渴？你讲挤一下打应该是有法度啦，但是你若讲要规个这个水情的变化，应该是要化解真困难，嘿，较困难。这说来，咱就来问到前署长吼，以你过去的这个经验，以早还有风调雨顺吼，那是这几工，咱就知影讲哦，咱即马有啥物这个抗可化的这个水源2.0的这个计划啦，讲强化整备水情啊，有这个电荷啦。有青灯的吼，卖插伊；有黄灯的吼，地下区吼，抗旱啊，水源啊，降压，像头早即咱局长他讲的吼，啊，强化区域的调度。但是这个区域的调度吼，我头仔就讲啊，讲真侪这个农民啊，伊就感觉讲，啊，安怎因用水用较高，啊，我种植我就较毋值钱，啊，就我休耕，休耕阮虽然有甲补助，啊，伊会抗议啊。啊，到底这是区域上必须要如此，无法度一定要安尼做。恁咧做这种你做这种决定的时阵，专业的决定啊，甲这个舆情吼，就是一般民情的反应，安怎来做这个协调啊？气候的变迁啦，吼，当然都互咱降雨都无正常。啊，无正常的是吼，伊台湾虽然讲岛真细。但是，唔是讲大家拢欠，有诶较济，有诶较少，啊，所以这就需要区域水资源的调度，吼，比如讲啊，拄则李德讲诶，咱迄阵啊，石门水库水，啊，咱就调20万吨去甲新竹，互迄个台积电遐科学园区袂欠水，所以有一个叫做珍珠串计划，吼，你台湾你无逐位拢欠，啊，有较济有较少，咱就掠长保底，所以这个是一直咧做，但是。有点来不及就对了，吼，这是袂负责啦。啊，第二就是讲欠水的是，吼，因为咱农业用水吼占70%，啊，农业用水吼，农业的产值比较啊较少就对了，吼，啊，所以过去的惯例讲，啊无我暂时甲你停，吼，啊停的时阵我互你真优惠补偿费，就甲迄个农委会协商咯，吼，啊，就回继续哪来哪好就对了，回讲啊你袂去了着。但是这袂使做常态啦，是啊，因为你第一人讲你扣我农业，吼，啊第二你农业一直停灌休耕吼，对整个环境生态完啊无偌好啦。哦，这部分啊，所以讲
你只能在目前救急下行安利做，但是你长久之计，你不能一直要调度农业用水，所以你还是要找出自己就现在气候变迁之下，我水资源怎么调度，尤其是供，当然地下水可以开发，但是地下水咱台湾的地下水一年的补助量是55亿吨。50亿吨，但是咱抽55亿吨，已经超出5亿吨，所以地盘的下限啦。咱以迄个2021年迄抗旱迄年中部百年旱灾，迄阵一直抽地下水，迄个地盘下限原来已经控制到100平方公里以下，结果迄年去年佫个测已经到260几平方公里，伫分的地区，尤其河北讲安尼，对，河北上悬7.4公分。迄年上济，所以讲你也要开发，但是伊嘛是有伊的极限。当然你是讲屏东早期迄地下水是超出所以伊迄个地盘累积的呈现是3.6公尺，再留落去。这几年有咧补助，尤其迄个丁老师的迄个大潮州人工湖，所以地下水有起来。但是已经咱整体而言原来是已经超出了，所以你靠补助抽取这是会使。所以你将来还是要考虑一个讲，我不受天候影响，尤其是迄工业一直发展，水一直增加，不受天候影响的水资源是啥？你污水嘛，污水就是自然的水资源，你知道？咱每一工家庭会水，污水污水你那个吸起来，那个处理，迄个做再生水。所以迄个污水你若接管力有够，吸起来，台湾即摆咧做，但是即摆一年一工啦还无到10几万吨。咱慢慢来爱去增加，你像讲新加坡人迄几乎一滴水拢吸起来用就对了，所以像这款来咱得个加强，过来海水淡化，你像迄沙漠地区人海水淡化，虽然是足贵的呢，但是你若量大的时阵伊的成本会 cost 会降下来，你像讲即摆你若做较大，一工会当20万吨，就差不多20块左右，都会迄个好，尤其你若高科技产业迄20块一桶水对伊来讲3万年啦，对于整个生产成本讲起来，无叫台积电拢卖用咱的水，叫伊家己来生产。对，所以我讲，将来你当然你若天候正常，拢无要紧，若不正常，你若有备用的海淡厂，你就启动嘛，安尼来配合，避免将来气候不正常的时，你找无水，因为你若无落雨，无唔对，咱台湾60%的水。拢流入海里，所以爱流。但是问题是你若讲拢无落雨的时阵，你嘛无得好流，迄可能无来就无法度。迄个你嘛是爱考虑，就是讲不受天候影响的水资源。听署长讲起来，咱敢若足有希望的但是我要来问丁老师咱地下水请这个署长讲，抽到有进步去啊，到底这方法是要安怎改善？根据我所知啦我丁老师也熟悉20-30年，咱抽的这个zan厝无共款，影响的程度嘛无共款，这到底要安怎处理？有一个方向无？当然，咱抽水即马目前农民甲工业还是甲民生用水抽的水站拢无共款，最主要咱有量甲这个质的考虑啦所以若集中伫抽这个水，当然头仔讲的第三下陷，若甲分散，当然就袂啦所以爱考虑倒转来即马台湾落雨差不多2600米米左右，差不多世界平均降雨量970的2.6倍，所以要安怎来留着这个水足重要。所以人讲地下本身就是地下蓄水大户。所以要安怎头仔讲的，如果若无法度来地面来欠水，就爱朝向地下来欠。地下会使欠的，当然地下水就是安尼来，无大家拢用地下水，迄地下水就是安尼补充来。所以因为即马土地利用的改变，佮加上这量的改变，所以要安怎来雨露均沾，把这老天爷给我们2600米米的水要安怎来个补充落，对啊，平均安尼，你抽有当是抽到过头去。对，过头。所以他们在讲的已经有这个地下水的目睭伫遐咧看，屏东有120几口伫遐看，讲地下水位在变化变动无，有在偷抽无，抽了有过量无，等等拢会使看。所以要安怎来调配这地下水，
互大家吼拢会使用。当然，他们讲的可能超抽伊，啊超抽咱就爱做补助啊。所以按他们咧讲的讲，大潮州地下人工湖的补助就是安尼来，利用洪水，水资源化，叫做利用洪水蓄水地下，增源减洪。吼，甲溪内底5到10月，他们咧讲吼，按南部地区90%的洪水，按就来甲欠的，哦，利用洪水。蓄水地下，地下本为大库，所以爱来欠的。啊，但无水时阵，当来分配。哦，啊，你就使调蓄，他们在讲的调度啊，调度安怎来调度这地下内底的水源来供应按各种的民生用水啦、农业用水啦、工业用水啊等等，就 OK 啊。所以要安怎来调配，当然。哦，大家也好，在按较早政府里对哦，有咧督导者按这个做这个地下的观测井，爱利用啊，爱知影水情啊。伊即摆会使10分钟一笔啊，即摆1点钟一笔，马上我就知影讲，这会使开，而且会使学的，会使用的，会使第三下的，伊拢清清楚楚。所以咱全台湾拢有亲像屏东做甲交木嘛，9大地下水区拢已经做好啊。哦，这2阶段的地层下陷防治方案，拢已经做好啊。所以爱安怎利用这物件吼来做观测，因为咱普通时拢看水库内底哇。所以两位认为讲，咱欠水应该是爱乐观来对待咯。即马水情吼虽然是足严峻哈，但是开发水源吼，我情绪就微啊笑啦，搁一摆一摆的。我有乐观啦，当然啦，这爱有所依据啦哈。当然，阮做过。哦，即摆像最近，按高屏溪2花的首长伫遐，哦，大家要安怎调用水啊？按8时，大家哪有伫万啊？个报完哈，所以这边安怎来调动？当然得爱看地下水的水站哦。这就是我咧讲的，这就是屏东，屏东这个所在，按有一个观测井，哦，这个观测井，啊，伊的水位变化哈，的变过过，哦，你看，伊这20年来哈，已经。往上升，表示地下水吼已经伫往上升啊。有咧欠啊，有咧欠啊。无咧欠，有咧欠啊。啊，你无用吼，伊流入海内底，所以流入海你这个时阵流入海你看无。哦，是这个意思。所以吼，你会使用这个观测井，按你观测井则捌啦。这世界吼，那算数一数二。较早阮师长吼鼓励我爱读地下水啊。所以吼，地下水这怎样做较清楚啊？所以这有机会，按要来评估地下水使用袂使用。这甲这之间应该要有讲，就是珍珠船计划嘛。因为珍珠啊，你刻出来水，你后要安怎调配，得爱经过自来水公司的珍珠船哦去调配，去调度，这后边管理足重要。就是这，咱虽然就来理解这珍珠船到底是啥物。刷来我请教着这卢老师哈，老师有去过新加坡看这个再生水啦，啊，这个再生水吼，真侪人吼，像阮厝里，我本来想要买一台啊吼，讲吼，这个除湿机吼，会当来应用的啦。但是阮太太讲啊，唔通，哎呦，看起来垃圾，吼，这心理上面啊克服，尤其啊，若是这个用迄个雾水吼来去净化了后，这新加坡人是因安怎看待？这40年哈，已经推动是超过40年的再生水哈，新加坡哈啊，因最开始就是讲，因为科技的进步嘛哈，其实咱的生活的污水，包括咱的排便的粪便这些都在里面，但事实上经过我们的环境的高级处理以后，事实上都是跟一当里面。他们也做了很多的这个样品。是30年前我去新加坡看它的再生水，然后刚好去年11月我又再去看，他们已经改变了哈，就被海浪拎哈，这个心理啊很难突破，所以他们几乎已经放弃了。好，我做这个再生水哈是要来给大家做饮用，事实上可以达到饮用，但是它真的没有办法。我做人拎没有。好，他们现在是怎么样做？就处理这些还是在用。处理成为再生水，再放回湖泊里面去，然后在湖泊里面再就一起当做原水，这样子，跟它原来你讲他们感觉怪怪。所以这个新加坡的经验，我们现在要开始推再生水，好像想要说想办法要让说成为饮用水，但是这个是真的很有那个克服在心理上的克服。台湾再生水不是要做饮用水。对。
迄个台湾的再生水吼，就是污水，迄个污水处理厂，现在叫做水再生中心吼。那一级处理就是排放，二级处理就是不要跟身体接触的迄款的非民生用水。三级处理，不是要迄个浇花、洗车迄尔。三级处理就是工业用水。伊无要甲自来，袂使甲自来水淋哦。用专管，即摆已经拢接迄工业区去啊，用专管接到工业区。工业区你若原来无水就互你用，若讲你用自来水，拜托你用我的自来水，甲我摕出来。拄开始计价较悬，但是即摆工业区的人拢会当接受。它只是当做工业用水，必须要专管。但是较贵呢，即摆。慢慢啦，因拢会接受啊，因为其实用水的成本跟它的整个成本讲起来，实在是无关。是这个意思啊。那照卢老师安尼讲，安尼我以后我就用这桶水来透，我甲阮太太讲，我这透这个内面的其他的水互啉安尼就会使啊。不是，它是当做原水啦，哈，干去湖泊内底，直接排放去湖泊，湖泊就直接可以做自来水，直接去净化，这样子混合在一起。所以这个新加坡的改变已经这30年了，已经完全在改变了。它不再本来一开始大家去参观新加坡心理因素了，心理因素没办法克服。变烧水去处理。对，老师，回教国家因为咱做人家补助他们讲的这个经过处理的水再生水因即摆那唔敢啉，因为坑入大地，伊爱经过大地的净化过、沉淀过，伊才来啉。所以伫迄个阿拉伯国家因拢是灌在地下，伊这当然爱经过他们讲的3级处理，经过地下净化类，哇，了摕开啉，安尼有经过大地的滋润。所以这那一种方法啦，所以足早就拢有安尼啊，你起来处理掉。所以其实应该是拢有啦，只是咱要选择倒一种安怎来调配但是我要请教着贾博士以咱台湾，他多署长因这专家拢讲你其实台湾那雨量足大的呢，咱一般972.6倍呢，水足济但是这几年这个趋势是一直咧减少，确实是讲咱台湾是个好所在啦。咱的雨量是真正是真济，即马就是讲无法度安那甲扣起来。我想讲这是第一个啦，所以即马地下水应该是一个方法啦。当然我即马是为咱讲咱气候的这个变化来讲。第一个，阮即马有看到，讲咱春天的春雨是愈来愈少。这个问题毋是讲咱台湾才发生的，中国因长江流域以南，福建浙江、广东、广西同款，拢安尼。因遐春天的同款嘛是愈来愈少。我讲这是已经发生啊。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讲咱即马梅雨梅雨我想讲咱的这个观众朋友应该嘛有感觉，梅雨敢若你讲无准时咧，愈来愈晚来，来时间就愈来愈短，这嘛是已经发生啊。讲到风台啦，风台咱实在是讲你若希望伊要来可能风拍，你若即马惊讲风台来，这个风雨伤大，你会向但是咱即马欠水佫实在佫爱伊来，无来佫袂煞咧，佫袂有法度。所以对着风台咱实在是较烦恼一寡又爱又恨啦。但是咱即马看讲即马气候的变化，风台是讲即马伊的不确定性是较悬一线。第一个就讲咱未来地球愈来愈发烧愈来愈烧热这个风台可能走来咱台湾的机会有影是看起来是较少。所以咱中研院有一寡老师有做一寡这个气候变化的这个研究，会发现这个风台风台雨未来可能伊这个变化会较济，袂使误望袂使误望所以我是讲实在头先咱的这个前署长甲丁老师也是咱的迄个李局长拢有讲过，我是感觉咱即马用水就是讲一滴水，咱就讲做几啊届的使用啦，这个再生水使用应该是真重要啦，因为你若讲咱若讲天公伯也无落雨，啥拢无法度所以咱就变做爱为讲咱。用水，咱的用水爱安怎欠？我想讲我家己的经验啦。咱若寒天有当时用迄个雅士下水对无？有当时咧寒天迄个水拢透出来，拢头前迄个冷水拢透毋知流偌济去啊。
哦，这是第一个啊。我日常生活就是安尼，我的经验是安尼。我唔知影大家观众朋友，恁厝的这瓦斯炉，你要等伊烧，唔啊，啊，就水个流一桶去啊，啊，所以我是感觉这大家经验应该是拢甲共款，除非吼你的瓦斯炉是较好，你遮甲头部你是用搭一排。我知影，这应该是等伊咧烧寒润才来天对啊，你要流遐水，要互烧，你就流唔知流偌济气啊。所以这当然啦，第一个咱科技的这个技术是毋是讲瓦斯炉的迄个效率它较好啊？当然咱这水安怎甲流落来，哦，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吼，我是感觉讲吼，咱即马我是毋知即摆这个问题是安那，其实吼前几年吼一直讲咱的这个漏水的问题嘛。啊，咱的自来水管管线更新的问题，这嘛是拢爱继续去做啦。哦，啊，当然吼，我另外是吼，我是为用一个角度来去看啦，因为吼，即马地球发烧吼，地球发烧咧环境气候拢甲英国真无共款。这个水吼是真重要，这个资源啦。共款啊，咱水无欠水，农业就无法度。地啊叶啊，水果可能嘛无呢吼。啊，所以吼，咱的这个工业可能嘛受到影响啊。真侪农民朋友嘛是一直甲我问讲啊，食无事啊，当时要落雨啊，我迄个旱作，因咧种迄个小麦旱作，啊，只要水就会使啊。哦，所以吼，我是感觉吼，咱伫平常时啊吼，应该就爱甲咱的观众朋友提醒哦，就是讲吼，平常时就爱节约用水啊。啊，毋是讲咱无水迄当中才来节约用水啊。当然啦，上尾一个问题哦，可能我是感觉讲，因为即马开源节流吼，这个方法开始处理啊。当然，是毋是讲以价质量？我是感觉这个讲到钱哦，大家拢起毛卖拢。你已经讲到重点嘛？你去看吼，咱看这个图表吼，哇，咱的水吼，全球啊排第3低啦，排第3低啦。实在讲吼，这个唔知是安怎来，这是历史造成的。署长，你早反正你即摆无做署长啊，会讲较明白。咱到底是应不应该水价爱来调管，啊，而且要安怎调管？这个台湾自来水公司的水价已经26年无调啦。伊的一度水吼，才要10块，啊，一度水就是1吨，就是1000公升，就是你用迄个保特瓶1666瓶，安尼卖10块。保特瓶的水哦，1666瓶，600 CC 安尼，啊，这个要求俗，要求啊俗吼，啊，所以讲，当然过去每一遍，若要讲要提高水价，啊，就选举，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政治议题了。啊，即摆今年开始吼，有一个叫做耗水会，有咧收就是讲，工业吼，伊哪一类的你用水最多的工业。你的水价就爱累进加华，但是佫甲你看讲，你有节约用水无？啊，有节约用水就甲你收较少咧，嘿。但是我感觉是爱合理化啦，吼，合理化就是讲，咱即卖基本民生用水莫甲起偌紧，迄看来无济4个人，吼啊，你一个月用偌济，这莫甲你起，但是其他你都爱一直累加，一直累加，吼，以价质量。尤其我定来讲，迄工业区的迄个用水成本不到它成本的1% 尔，啊，所以讲。这个还是需要从这里开始，但是我是感觉上重要。拄则大家咧讲啦，台湾你若落雨正常，60%的水是流到海里遐。是啊。要安那流水，这真着就是讲你对风水时的水，你甲引起既有水库，啊是讲想要补助地下水，啊是讲做人工湖，吼，啊是讲这个水库加高放进去吼，怎么样把会造成灾害的水留下来？这你若降雨正常的时安尼做，这水咱就甲留起来，吼。啊，你想讲这个高屏溪，伊用水率才15%尔，啊，咱闸门溪其他流去大海，拢大咧。啊，闸门溪是咱台湾用水效率最高，48%水拢用，52%咯。闸门溪第1名，大甲溪第2名，啊，咱迄高屏溪上尾啊。所以你怎看吼？高屏溪水真济，但是无水库；咱闸门溪水无，但是水库足济。水库足济，嘿，啊，所以讲怎么样来调度？好，把既有的水你移到既有的水库，好啊，你无水库你就调过来，啊是讲啊，那你不能盖嘛，因为你怎个个要盖迄个美浓，美浓水库气候反对，啊，即摆咱闸门水库真大，我第个是吼加高3公尺，加5500万方，好啊个南化水库，这拢会当引过来，好啊，怎么样引过来之后，水再回去对，啊就回给高雄，
这是不是算作真珠船计划？这嘛是其中个，所以即摆水利署咧做一个计划，就是过去我第个是对南化水库，从咱做甲迄个高平眼，这做好啊。啊，即摆咧做是对曾文水库做甲南化水库，佮接原来去讲，安尼就规个拢串过来。串过来。嘿嘿，啊，这毋是干那这尔，咱中部迄个大甲溪、大安溪，即摆嘛咧做串联。吼，上个明显就咱台北市啦。你知迄个过去吼，我伫新北市的时，新北市食水吼。大部分拢是石门水库，拢是台湾做的施工企业，唔是食浑水水库的。啊，即摆吼，结果浑水水库水真济，啊，所以伊就做一个板新2期计划，从而用台北自来水厂的水引去荷兰这个板新地区，啊，所以板新地区的水即摆就拢台北拢浑水水库供应啦，啊，所以石门水库都唔免食这水，所以石门水库会当限起来，所以旧年迄阵是才有通渡过，才有通拿渡过，佮有纯水会当送去新店。啊，迄供水是足重要，因为翡翠自来水事业处、台北自来水事业处的水，季节水质更较好，啊，水量更济，吼，安尼这就是我的珍珠串的一环，安尼。哦，是，我先和局长先讲。我补充一下哈，因为大家水价的时阵哈，那署长讲哈，20年来都拢无人伫调整水价，有调整的总经理董事长落台，所以这个情形，这个政治情势，如果是这样子，谁敢谈？谁敢调？啊，一条你就准备爱楼台啊，所以这个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来。哇，丁老师，对了，讲到水价吼，大家都面这个嗷的出来哈。当然啦，多元水资源开发这是国家的政策哈。他们讲的这个再生水，啊，再生水一度你也要用目前啦哈，差不多22块啦。吼，啊，你啊海水淡化吼，即马目前到35块到50块左右哈，你看伊量，所以即马就像讲环保支流量啦，啊是农业用水啦，啊是这民生用水啦，啊是他们咧讲的浮流水啦、甑泉水啦，啊是川流水等等，啊是即马要做水库的水，所以大家拢咧讲水价，这含这个工程哦，含这个设施有关系，所以我是建议啊，因为水利署也无管介遐济啦。吼，啊，农业水啊，所以我一直咧伫报纸、伫媒体咧讲，我要成立一个国家级的研究院，因为这是跨部会啊，所以你一定爱算这个水价，啊，算水价，互大家百姓较知影哦，我用这个水俗，你若像即马迄个浮流水，迄个高平溪啊，到浮流水，较5角外尔的成本哦，等等啊，所以到底偌济价，阮按大家咧算的基准无共款。期待也无共款，心理感受也无共款，所以你用再生水，大家感受无共款。你放咧涂骹，你也搁抽来，伊心情就好。所以真正要安怎来算这价？当然啦，国家研究院唔是咧干那咧算这尔，会算我要安怎来调配水，吼，啊，这规个国民的参与，啊，要安怎来克服这民众的用水，吼，啊，这各种标的用水的调配，吼，调度等等，拢爱靠遮，因为你一个。水数，即有影，头拄丁老师你讲啊，我屏东人，我这个甑泉水，我才5角啊尔啊，但是你叫我起价起到安尼，我无爱起价。啊，各区域的所在的水价嘛，一定爱无共款嘛，会使安尼嘛。当然这爱分级啦吼，分级就是讲有水量甲水质，这伫国外拢安尼。哦，你若讲伫屏东啊，伊开发的水哦，较俗，当然伊属于属的道理哦。啊，你地要较悬，当然爱分级哦，分级化，所以会使对往这个国家的水资源中心也研究伊吼，去知影这个水价，知影要安怎分配这个水量，咱你较有法度通，大家百姓较信入啦。那安尼分证呢？如果我觉得这个东西都很好，都可以做了哈，但是还是一个民众的感觉是怎么样哈？这个我们叫做这种传播学哈，传播的角度哈，这个是很难克服的了啊。不过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导师我们可以克服。刚才署长也谈到嘛，我们的河川的真正的使用率有的20，最好的是48哈。那张文熙，那人家当然这个有它的先天的自然条件，可是像中国大陆，几乎一条河川的使用率是100%，甚至有的长江黄河还超过200%，一再用，但是它长度是够长，好，可以有时间留下来。但是我们只留了20%，显然在工程的角度上还是可以有很大的空间。否则
你去找一些再生水或者是市场，那成本这么高，你把它留下来，这两个之间的比较呢，哪一个比较便宜？所以嘛，要总调度总甲去做一个分别来分清专家啦，尤其地下水啊、温泉水啊，安怎来调度安尼，才有可能性吼。这大部数吼，咱台湾哦，除了这个水费上俗那用水量，但是你来看，咱的用水量哦，逐年咧增悬哦。这用水量是一般的民生用水也咧起，也咧用。一般的这个工业用，尤其咱的平均交户的水价9.24块，台水卖是9.84块，北水是8.64，这全世界第三低呢。这有影讲咱家己感觉讲，像安尼价格安尼，才疗效。当然，头前咱真侪专家拢有讲过这个。讲到这钱大家拢心情真正是压力很大但是我是感觉咱台湾新感界这个观众朋友应该是拢有这个，咱拢有这个了解。第一个就是讲咱水、电，也是一寡这拢是真重要这个资源。我想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咱即马嘛知影讲，咱即马气候甲英国也无共款地球即马发烧伫破病所以咱逐年咱看新闻都讲哇遐。水伤济，遐水伤少，即马是咱台湾。有当时有一寡所在才烧起来，迄个森林大火，有当时才落大水。所以咱地球即马的状况，讲实在甲咱细汉迄当阵是完全无共款。所以我是感觉咱通利用一寡咱的，像讲咱的这个台湾新感界这个节目真好咱通做一寡这个知识的这个推广。我是感觉咱人咱也无讲正确的认知咱若讲对一寡代志无正确认知咱无通有正确行动所以我伫我的脸书啥，我是讲甲大家好朋友伫提醒讲咱真正爱注意着讲，即马气候真正是伫变化，毋是讲咱化水要来就来，有当时伊就几啊冬都无落雨所以咱即马就是讲当然啦，这个政府安怎做这个水资源的这个再生计划啦，安怎做这个调度咱的这个水价。安怎研究看这个较合理的我是感觉这个代志较公开透明伊个咱民众就会了解讲原来咱原来是安尼所以咱是讲即马咱讲真正代志拢要追求所谓这个公平正义甲咱讲这个永续发展嘛，所以咱其实咱的这个好朋友咱的这个台湾新感界这好朋友，其实咱嘛是爱甲这样安尼这个观念甲咱的这个真。足侪人去分享，所以我是感觉只要合理的这个价格你做适当的这个分配也是调整，应该是有法度。所以咱若讲这价钱若起悬起来，第一个工业伊家己就想办法。我讲实在，即马咱讲迄个气候变化，咱当然甲这咱今日无共款。伊对伊的生产成本来讲，无到1%呢。咱讲即马讲欧盟，伊即马要征迄个碳边界税嘛，西边迄你不爱处理，你就袂使甲产品卖去欧盟，卖去全世界。消费出去。所以我感觉企业面对这个水资源的议题，我是感觉伊愿意去提高伊迄个成本头先咱的署长嘛讲过，所以这是咱不只是讲咱的这个用水大户，咱的像咱这小老百姓共款咱平常时伫用水嘛是爱较俭的用所以这是咱通做，所以伊价格若上升，我是感觉咱大家就较欠。咱即马讲电价若要提高伊提高水费要提高，咱开始就真正会想办法啦，毋是讲咱政府去开源节流了，咱家己嘛会开始讲对较欠对无即马咱就无法度薪水也无起对无？咱这个支出拢愈来愈侪，所以我是感觉。请教着郑署长你有算过？咱合理的一度应该是偌侪钱？我先讲这个这个气候变迁的干旱毋是干那台湾啦。你知影去年迄个欧洲是500年来上干旱，你看迄个易北河迄个 G20拢造出来，你看迄个多瑙河第二次世界大战20几个迄军舰拢浮起来，莱茵河规个水拢无法度行啦，船拢无法度行，所以讲。面对气候的变迁，当然开源爱做，咱基本上讲节流节流那个
以价质量这条路是一定爱走，吼。尤其你若讲水价，我若合理，那么讲将合理化之后，吼，伊若甲再生水，也是甲海淡水差不多，人就诱因讲我民间家来开发再生水，家来开发海淡水，我来卖我会好。卖差伤济，也是政府搁补一寡。哦，所以你若讲水利产业就起来了，你若水价有合理化吼，会带动国内很多水利产业哦。伊家己免政府补助一寡，伊家就起来，吼啊，更能够节约用水，吼啊，所以讲这条是一定爱行啊。你究竟我水价要到多少？吼，你我师长你头暗示啊，吼，应该是爱甲这个海水淡化的钱爱差不多。不是讲差不多，你若讲较悬的是。大家就有诱因去用海淡，你政府个海淡水个补一寡就好，都差不多啊。好，也是讲民间你老迄个诱因讲我家己投资，好，我这会好，我这好，嘿，所以讲水利产业要带来水利产会因为水价而民间投资进来。啊，你有合理化，但是我唔是讲爱差不多，你起码有合理化，诱因就有。啊，合理化吼，像你讲，大家爱来讲，吼，你若讲每一个地区。水无平吼，这我那民众的反弹吼。但是究竟家庭用水、工业用水用偌济都爱偌济，你用较济，你都爱较济。也是讲你伫旱季的时，像咱有迄个旱季电价，你伫即摆枯水季的时，你用水你都特别贵。嘛是安尼，比人较贵。所以这个会当有一个机制。落雨时阵，大家摕面桶来接水哦。过去咱拢安尼啦，过去咱拢安尼，那时阵拢安尼哦。金老师，会当来。所以这水价吼，会使用一个观念，叫做水银行的观念啦。水银行，我遮迄个你欠钱，利息较悬，我来欠遮，利息较低就走去别位吼。伊会使做一个调节吼。所以他们在讲哦，因为即马2050年呢净零排放，所以你用各种去。水的处理，你爱考虑的电，你用电多，用电少，当然伊的水价就不共款。所以我一直咧讲吼，一定爱有一个国家级的研究院吼来分析这物件。电甲考虑对啊，当然啦，因为即摆你净零排碳，你啊用电用大，你排碳低，以后你产品要消除迄阵，你得爱算啊。所以这计效的问题啦。计效就反映伫他们讲水价，我要开发水源的关键，所以爱变做一个公司哈，他们咧讲的可能来遮处理遮投资啦吼，要安怎产业要安怎，互伊会使降低我的成本，这足重要。因为他们讲的水价，这毋是我讲，这报纸你拢会看得出来。水再生水偌济水偌济钱，但还是当偌济钱拢会讲，拢有讲，伊有分析。大家拢因为伊计算的基础无共款，大家感受也无共款，所以要安怎互大家相信？当然你一定要有一个公正的公开透明，公开透明，互大家知影，安尼，吼，这是我的建议啦。是卢老师，我想啊，开源还是最重要的，因为咱台湾哈那个河川的使用率哈，差不多使用差不多20%、30%呢。所以，咱有足大的开源的空间，不是像说在中国大陆或其他已经都使用到100%、200%，紧绷啊，那个就开源。所以开源还是最重要的。比如举个例子，南势溪现在很多的水，但是要引一个水去石门水库，那当地居民又是反对嘛，所以这种开源受阻嘛。那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就是你水，不然70%都是丢到海里面去，那要不要？啊，这个可以留的，为什么不留？那这个。如何降低环境灾害，这个都是可以考虑的。不能因为有一件事情，所以牵涉到选择。我们现在说好像开源不做了，就赶紧去做节流。那事实上，从整个数据来看，开源还去开源啊？开源还是因为我们的管理效率还是最差的嘛，还是最有空间来调啦。是啊，是空间。而且如果说节流角度，我们在284公升的话，那看起来还是在平均左右嘛，也显然没有太大的浪费了。所以开源还是最重要。是，贾博士，咱这上后尾吼，这整个地球，你睇下讲到这碳水啦，啥物，刷这今年哦，我相信啦，3位专家来讲，咱今年应该是一摆会度过啦。但是基本上，咱人的这个心态要做一下转变，吼，对着这个气候的变迁，你甲咱做一个总描述的，尤其面对咱下一代，比如讲囡仔才15岁人，伊安怎来看待讲？以后无西北风呢？你甲讲西北风，伊听无安尼？哦，是哦，我讲到咱的这个气候的问题我想讲，第一吼，咱即马是讲，咱的观众朋友，咱就是讲较少年吼，你通先去请教你的阿公阿嬷，
你甲问讲，伊迄当阵啊，迄个气候是安那？咱台湾的温度啊，甲雨是安那？像我厝诶伫住宜兰，我细汉我国中时阵，迄个寒天东北风，迄哦，咱无一工是无落雨的，逐工都伫落。即马落到东北风，啊，拢无去啊。啊，当然咱过去3年的这个气候较特殊哦，这个宜兰哦，雨一落就落一个月安尼。哦，所以第一个就是讲哦，咱即马真侪观众朋友、好朋友哦，咱你他先去。甲咱的这个阿公阿嬷请教，即卖气候甲英国是无共款。第一个，咱有一个了解；第二个，因为这是一个地球的这个问题，毋是讲咱台湾尔。头先咱的这个前署长有讲过啊，去年前我讲，逐年哦，那过一阵啊，要到热天哦，记者就开始来问啊，食无说啊，啥那欧洲搁啊烧，发烧甲遮严重啊，大就搁咧欠水欠干呐，这东西后摆逐年拢会发生的。